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临近315，这个关于房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现在也被广泛的关注。于2025年315前后发布的官方通报和媒体报道，以及市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投诉内容，深圳多家品牌房企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查处，一大批品牌房企卷入消费者投诉之中近期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广东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查处了一批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和物业服务企业，并上报102家典型案例情况，其中就有卓越、中海、中州、华润、保利、央企、国企全部在列。业主的投诉有装修质量差、货不对版，有这个虚假宣传，有未按规定公示商品房销售控制表，未通过预售款捐入账户收取预售款的项目，未取得销售许可证违规销售的项目，也问题很多。这个反映什么问题？这样反映这些央企、国企、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面临的日子越来越困难。我在以前一直说楼市低迷，房价下跌，业主维权就会直线上升。反过来，如果楼市继续高涨，买房子还要摇号，还要托关系找人，那么这种投诉你基本上看不见，因为你好不容易托关系，花了什么茶水费买到一套房子，你会在乎这么多吗？如果你因为质量问题你把房子退了，开发商求之不得，这个时候开发商再卖，它价格都涨了，开发商又多赚一笔，业主也不愿意退，因为300万买的房子，交房的时候虽然这质量有问题，货不对版，但是它已经涨到500万了，你怎么能退呢？退200万不就没了吗？所以大家各让一步，糊弄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能忍，你300万买的房子，交房的时候变成200万了，业主处心积虑的想把房子退掉。所以说这些央企、国企开发商现在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房子卖出去了叫交房即维权，你要不赔钱，人家就告你起诉，到处举报。赔钱吧，你本来卖的房子就不赚钱，开发商现金流都困难。所以说房子卖的越多，问题越多。我们看看北京的二手房什么情况。2月份说，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1876套，同比增长87.6%，同比已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1到2月累计同比增长29.7%，将近涨了30%。价格方面，2月北京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17%，同比下跌6.91%，跟去年比还是下降了7%，同比跌幅连续4个月收窄。说不同的辖区来看，西城、东城、朝阳等区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远郊区域仍通过特价房源等方式加速去化，也就是以价换量，降价出售。我们再来聊一聊卖房子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咱们介绍过广东惠州有一个女销售以谈恋爱为名搞这个杀房盘，人家玩杀猪盘，她玩杀房盘，谈了36个对象，她要求别人先买房后同居。我记得咱们节目放过。今天广东惠州官方回应这件事情，澎湃新闻进行报道。澎湃新闻这么说的他说，据微信公众号广东台触电新闻3月3日报道，36名男士前女友都叫刘佳，均被以谈恋爱名义套路买房。经初步统计，在惠州中凯高新区、九景台等小区涉嫌被前女友骗来买房的至少有36位业主，大多30岁左右，都是来自深圳的工薪阶层，恋爱时长通常不超过1个月。针对此事，3月13日晚，澎湃新闻从惠州中凯高新区获悉，此前中凯高新区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据中凯高新区城乡建设和综合执法局介绍，龙光、九景台等项目共31位业主反映，被深圳中介以婚恋为由引导去买房，涉事业主均通过某交友平台认识并添加女性微信好友，随后建立恋爱关系。相处过程中，女性好友告知购房者是以结婚为目的与其相处，提出需购房增加父母同意婚事的可能性，并将中介人员推荐给购房者。经上述女性引导，相关业主自行在龙光、九景台和其他小区购房。说以上交易均由深圳
镇一家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中介代客成交，经查以婚恋为由参与购房引导的女性共15人。不是网传的就一个女性，叫刘佳，实际上是有15个人，那这就是一个团伙作案了。说均为深圳一家置业顾问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深圳一家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服了。中凯高新区城乡建设和综合执法局表示已向深圳龙岗区房地产主管部门发函，告知涉事中介机构违规销售行为。首先说明房子难卖，楼市去化非常难。第二个，这个作为深圳的这家中介公司有组织的犯罪，这跟一个女性刘佳，她以谈恋爱为名让人家买房，性质还不好定。但是如果是中介公司组织的，这个恐怕就构成诈骗，这个性质不一样。我认为那恐怕这家公司要完蛋。那这15名女性恐怕也涉嫌犯罪。为什么房子难卖呢？我们看新浪财经有一条新闻，叫金融监管总局说开展个人消费贷纾困。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有关司局负责人就相关通知内容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的纾困，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借款人信用记录、还款保障，针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借款人，合理删定贷款偿还的期限、频次，根据借款人申请，经审核合格后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续贷支持。这个新闻实际上反映一个什么问题？首先，消费贷款要纾困，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你这些韭菜按揭贷款，他买房的要不要纾困？一样的，也要纾困。反过来就说明有很多按揭贷款买房的，现在恐怕日子不好过，要这个断供，要断贷，那要对他们进行纾困。没有理由说你消费贷的纾困，你按揭贷款买房的你不纾困，这是我想到的，说明现在楼市已经到什么地步了。第二个，消费贷都是一些什么人贷款？有一部分消费贷恐怕流入房地产市场，我只能说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也是真金白银，比如说买车，还有贷款旅游的，贷款装修的，当然也有各种形式的以消费贷为借口贷出来去周转的资金，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这些人还不起，要纾困。实际上消费贷是不多的，你每个人能贷多少消费贷？就你的信誉贷不了多少，就连这点消费贷都还不起，都需要政府重视，要纾困，就已经说明个人的贷款这杠杆已经非常高了，现在是在暴雷期，所以政府要拖这些人，对这些愿意还款给他提供续贷支持。续贷，所以金融监管局的这个措施实际上就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众多贷了款的韭菜，无论你是按揭贷款这个买房的还是消费贷款，都在暴雷的边缘，很多已经开始暴雷，所以才紧急发通知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纾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总是想着房价还要涨，股市还要涨，怎么涨？消费还要提振，怎么提振？对吧？这些人连贷款都还不起了。我们再聊一聊，既然买房不行，那看看租房怎么样。今天有媒体报道说，全国租房人口近2.6亿，近年来我国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在不断加速推进，租房市场更是持续扩容。据央广网报道，全国租房人口已近2.6亿，目前住房租赁市场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说一线及新一线大量老旧房源设施陈旧，上海、北京租赁住房平均房龄超20年以上，同时行业无统一产品准入标准，租金压力、公积金支付、房租受限等因素纷纷成为青年人住房难题。也就是说租房的人还是很多的，有2.6亿。那你租房能过一辈子吗？这个问题大家也是争论不休。有人就不打算买，就是租房。这个南方周末看到一篇文章，叫能在上海租房过一辈子吗？他这个文章是介绍几个在上海的年轻人，说有一个房子43平米，一室一厨一卫，电梯房，全新小区，拎包入住，出门就是地铁站，毗邻顶尖3甲医院，地处上海黄浦区内黄核心区，1公里外就是黄浦江。他说这样的房子你愿意出多少钱租？这个文章说，对于90后王宇而言，答案是7200元。虽然房租占了到手月薪的70%，但他仍然为之心动并行动。这些不超过70平方米、租金低于市场价的小户型，击中了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痛点。想住通勤便利、又新又好又稳定的小房子，住上够不着商品房，万下申请不了公租房、廉租房，这一庞大的群体是住房体系里
憋屈的夹心层，也正是保租房的核心受众。住进保租房的不只是王宇这样的白领，还有月薪到手小于5000的酒店前台，卖掉老破小的上海本地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构成了上海保租房的多层次保障体系。这个记者走访了上海10多个保租房小区，发现配置俱全，通勤便利只是基础，公共区域举办的集体活动更能化解大城市的漂泊和孤独感。理想情况下，保租房数量和类型都可灵活调整，纠偏房地产市场失灵，维持供需平衡。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杰认为说住房紧张的时代即将落幕，大城市要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保障性住房，以防留人，以防引人安居乐业。这个文章说，他说从有没有住房到住的好不好，虽然才开租2年多，指的是上海的保租房，它已经吸引的不只是王宇、刘这样的单身青年，已成家的上海人也找到了一辈子租房的可能性。卖了老破小，住进保租房，最满意的就是有电梯，最重要的是健身房、桌球室、影音室，这些都免费。从事建筑装修行业，上海人林亮收入也和楼市同冷暖，想换电梯房，奈何囊中羞涩。2024年，林亮卖掉了居住5年的婚房，和妻子10岁的边牧犬一起搬进了保租房。身边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在上海的长辈，觉得没有自己的住房就失去了根，就连陌生网友也问他会不会后悔。林亮则认为，家人在哪里，安全感就在哪里，我不想一辈子被房子困住。保租房很稳定，不会有房东赶人，随意涨租，停车难。说林亮原来的房子是栋80后，房龄比林亮还大，没有电梯，住在6楼，遛狗成为难题。说林亮曾寄希望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但和邻居商量了2年多也没有结果，他下了大胆的决定，卖房再租房，楼市下行，老破小流动性变差，不如把房款攥在手里安心。卖房回笼的资金，林亮和妻子商量，一部分储蓄，一部分拿来投资，如果以后有小孩，再租个更大面积的2室或3室。现在保租房的选择很多，保租房的2.0命题已从解决有没有住房转为关注住的好不好，保障不同生活阶段的住房需求，体现城市的温度。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数保租房的管家都是年轻人，根据租户的需求举行活动，过年期间有的还组织留户住户剪窗花、包饺子、看电影。保租房的合同一般1年1签，最多不超过3年，只要保持无房有工作就能一直续租。什么意思？你得没有房子，你还得有工作，你才能续租。如果你没有工作了，失业了呢，这个保租房是保不了你，请你离开。林亮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福利，对他而言，保租房减轻了他的住房焦虑。如果以后保租房对工作没有限制，我可以住一辈子。这个说的是上海的保租房。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花7200租房子，他的工资只有1万多一点，房租占他70%，这个确实不太好理解。如果这么喜欢租房，一个月7200，那你还不如买套房。所以说这个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你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各种各样的需求。还是回到咱们刚开始的话题，租房能不能住一辈子？我觉得在大城市租房过一辈子基本上没这可能，应该早做打算。年轻的时候可以租房，甚至有孩子也可以租房，但是你要租一辈子，你看就这个保租房，它的要求你有工作你才能租，你没有工作，你连租保租房的资格都没有。就不要说你年纪大了，什么70岁以上，你这租不到，谁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70岁以上的，对吧？文章中的王宇，他1年的租金就可以在比如说惠州、什么辽宁的阜新、云南的个旧，还有广东什么清远还是什么广西的北海，1年的租金就能买一套。也就是说他稍微省一省，这些地方房子他就有了，然后老了退休了可以住那儿，没有工作了就搬到那个城市去。你都没有工作了，你待在上海干什么？享受上海什么？就像胡一金老师一样，享受上海的医疗。所以我说年轻阶段打拼的阶段可以不买房，可以租房攒钱，但是你未来势必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了，如果你老家有房，你农村里有房，那也
也可以，或者你在你们县城有房都可以。也就是说啊，你恐怕需要一套自己的房子，租房一直住到永远，住到死，这个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现在租房还有一个便利条件，现在很多城市的租金大幅度下降。媒体报道，2025年2月，全国租金地图，就是2月份租金水平靠前的10个城市，仅厦门环比是上涨，就是比1月份涨了，其余9个城市均下跌，就是2月份的租金比1月份下跌，跌幅1%到6%不等。北京、上海、深圳是处于领跌地位，也就是北京、上海、深圳跌幅比其他城市要大得多。这个我最有发言权的。现在一线城市房租降幅非常大，这个也为很多年轻人租房创造了便利条件，优惠了很多啊。网上有很多小业主说，北京的，他说我所在的写字楼租金已经腰斩了，从疫情前的每天每平米8.8元到现在的4.4元，就是降一半。现在的房东说，只要客户要求降租金，房东立马就要答应，都不能犹豫。你一旦犹豫，这租客人家就要走了。无论是写字楼还是住宅楼，租金的下跌，这个租赁情况实际上就是反映了经济情况。所以说，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个人体会，你要说经济回暖了，这个反正是要打个问号的。最后，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大家看这个视频。哎呀，看看这小哥，哎呀，这还他妈说是装修风格呢，这还他妈装修风格呢，这还装修风格，是吧？给他说话的人都看一看啊，这是装修风格，是吧？装修这就是装修风格，这是住人的地方啊。这人住哪呀？这连个床位的地方没有，咋的？人他妈住台上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昨天有潮汕的那个朋友说，这个在他们那个地方，这种就是装骨灰的啊，看一下，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装骨灰的啊，好多架子，你看这是要装多少骨灰啊？看一下。看一下，全部留的是那种谁家正常人住的房子这么装修啊？这人要住哪里啊？要住这个供桌上吗？这人要住供桌上吗？这人要往哪里住啊？看一下，我怀疑这里就是跟下面打通的，绝对是这个位置。打电梯，对，是打电梯，直接坐电梯的。看这哪里像人住的呀？看这人是要住哪呀？看一下这人要住哪？啊，你看这些是人用的吗？这个应该留的是电梯间，它和5楼是打开的，这是留的电梯间，看着没有？就是电梯间的形状，看。对，就剩一个板子。这个还没有刮。对呀，下电梯的就剩个板子了，这要把楼。这个是网上流传的，说是广东佛山有网友爆料，叫天域江畔15栋，有业主买了3套住宅在小区内装修，高度怀疑这个房子装修了之后是用来放骨灰的。这个事情在网上传的比较多，确实看这个装修风格是挺瘆得慌。那有业主就怀疑，你搞了好几套装修成这样，你是不是要对外营业？那以后咱这小区不就变成个骨灰房了吗？专门存放骨灰的小区。其他业主非常有意见，纷纷表达不满，当地警方介入此事处理。这个记者致电南海区住建局，一工作人员称该局不负责此事的跟进。他表示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中并无禁止骨灰房的相关条例，如果其他业主反对该业主的行为，可以向物业反映请求协调，如果认为该业主违法，也可以起诉对方。这个确实让人各色。你说谁要在这儿附近买了房，当然了，他这个业主说不是放骨灰的，他要打造成什么佛堂，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确实吓人。如果不是骨灰房，还有其他的。也就是说作为韭菜买房，如果遇到这些奇葩的业主，那也是倒8辈子霉。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好不容易花钱买套房，这房子没有烂尾，这房子盖的质量也挺好，入住也挺舒心的，结果你碰上一个恶灵，这个也够你糟心的。很多时候法律也管不了，你找物业也解决不了。你要这么一看，你发现租房还灵活机动，如果你租房遇到一个恶灵，不行我就搬走了，惹不起躲得起。你要买房就比较麻烦，你房子还要卖，现在挂出去卖不掉。总之韭菜买房这个坑太多，稍有不慎都会带来无尽的烦恼。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